港口正式劃入主城區，中山發展迎來大變革。重大消息：中山的發展規劃迎來大動作，港口正式劃入主城區。今次唔係一般的調整，佢關乎着中山未來10年的發展走向。這次中山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明確構建1+2+3全域城鎮空間格局，一就是中心城區。現在除了石岐東區這些老城區，港口鎮和中山港街道亦加入其中，城區一下就擴容了。點解要擴容？可能係同城區人口政策有關。人口多拉，城市建設的施展空間還更大。除了城區範圍的變化，還有3條新超級工程值得期待：深南中城際、深珠城際、中山支線和深南高速，交通越來越便利。以後去深圳、廣州就似過隔離屋一樣方便。住在中山南部的朋友也有福了。政府要補齊醫療、教育、文化設施的短板，還會加快和珠海對接的道路建設，使坦洲三鄉這些臨珠區域以後和珠海的聯繫會更緊密，中珠的生活質量也要大大提高。另外，樓市和土地方面也有新動作，閒置和低效土地要被盤活，共有產權住房也要推出，連城中村改造都安排上了。未來10年，中山發展基調已定，就是穩中求進，以盡速穩，系統集成，協同配合。港口劃入主城區只是個開始，中山接下來肯定還有更多驚喜。大家對中山的未來有乜期待？快在評論區聊聊。